湖南有間煙花爆竹廠喺5月4號爆炸嘅，依家公告話炸死咗26個人，炸傷咗61個人。但係我哋嗰啲航拍圖，基本上成個廠區都炸到平晒，估計死傷應該唔止咁少，因為中國有個規矩就係唔可以報超過35個人死，所以呢件事真係好鬱悶嘅，大規模嘅爆炸都唔知係人為定係生產意外，真係好鬱悶啊！呢啲事啊，包括唔同城市都有啲咁嘅事發生，好似開車撞人，成都啦，今日好似係杭州一帶又有車撞人，今日又發生咗，仲要撞死咗好多人，真係唔好。前2日呢，瀋陽都有人撞人，唔知係人為定係咩？咁我就諗起一件事，你哋叫我講，我都懶得講，因為大家都知發生咩事，就係東航 MU5735、MU5735 航班。2022年3月21號喺貴州大山入面墜毀，當時嘅村民都親眼見到架飛機，喺村民有手機都拍低咗，架飛機直頭倒栽蔥嘅，直插落地下。呢啲都唔使講啊，屍骨無存，因為速度實在太快。呢架飛機上面呢，有123個乘客，9個機組人員，總共係132個人啊！當場可以話咩呢？708歲，全部都摔到爛晒。佢官方一直都冇公布原因，到今日已經4年啦，4年零2個月，4年2個月都未公布原因。其實4個月嘅時候佢哋已經知咗原因，但係佢哋唔講點解呢？就係因為機長喺現場呢，呢幾日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啦，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呢，境外勢力NTSB 啊，公告披露咗1599頁嘅報告啊，咁總共有2588頁報告，其中大約1600頁可以公開嘅就已經披露咗。點解要披露呢？美國人點解咁好心呢？因為有中國嘅傷亡家屬一直用秋菊打官司嗰種精神喺中國各級，從各級部門要求披露，要求公開事故原因，一直都冇反應。所以呢，呢個人啊，呢個家屬咧喺美國要求，因為個飛機係美國飛機，呢個飛機係波音737-800，呢個飛機係一個美國波音飛機，所以中美聯合調查組即係話調查數據同結論呢，中國有美國同事都有份備份嘅，所以就係要求美方披露。美方係法治社會，美方唔敢怠慢，真係就披露咗。披露咗之後，佢數據就公開晒俾全世界嘅。主要有2個數據，一個係黑盒，即係飛行數據姿態，可以還原翻飛機當時所有動作，包括機長操作飛機嘅所有指令，飛機所有信號呢，佢都還原咗。霍尼韋爾公司幫佢還原咗呢個黑盒，好似就係霍尼韋爾，雖然摔到爛晒，但美國技術真係好勁。呢個就係喺美國還原翻出嚟嘅。仲有一個呢，就係客嘅通話記錄儀，客嘅通話記錄儀呢，包括咗駕駛艙嘅機師同埋副機師呢，仲有成個飛機到處都裝咗咪，全部都錄到。佢嗰個錄音水平、錄音標準都係由霍尼韋爾完全恢復翻，錄音質素叫 excellent， 即係頂級，清清楚楚。真係好可惜嘅，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嘅公開語音黑盒嘅資料，話我哋嘅權限，如果你想公開，你要再寫信俾 FAA， 即係我哋上邊嗰啲人，你再寫信俾佢哋。我哋有權公開數據，但係冇權公開錄音，因為錄音可能涉及嘅私隱，例如邊個嘅聲音之類，我哋就唔講啦。如果你真係想要，你可以繼續申請。我哋美國仲有呢個政策，你照政策咁就得啦。呢個係美方嘅講法。咁去到呢度，其實已經唔需要語音記錄儀啦，因為如果語音記錄儀公開嘅，大家可能都接受。一般人嘅心理質素真係聽唔落去。墜機之前佢已經錄咗，墜機之前錄咗2個鐘頭，嗰個客佢錄咗180分鐘，180分鐘。通話記錄儀咧錄咗120分鐘，120咧就係2個鐘頭啊，機組係2個鐘頭，客佢就錄咗3個鐘頭，即係話咧由飛機起飛到飛機墜毀，所有語音都清清楚楚，包括客座入邊嘅混亂，最後嗰啲絕望嘅嘶喊聲。咁你話一般人係聽唔到呢啲咁嘅，100幾人唔夠1分鐘就全部死晒，呢啲真係聽唔落。所以我覺得唔公開就唔公開啦。呢啲如果公開咗，幾多人會發噩夢啊？所以去到呢度就算啦。我嘅目的已經達到，就係話呢件事究竟係點，大家都已經知道真相。其實大家早就知，只不過中國就係唔承認，共產黨就係唔承認。共產黨不嬲都有地下黨作風啊，做咗成日偷偷摸摸嘅，就係佢唔承認。點解佢唔承認呢？佢驚大家學，佢驚其他機長學。點解呢？
呢單係副機長撞嘅，就係副機長撞山。點解副機長會撞山？副機長59歲，副機長59歲，佢聽過喎。59歲嘅副機長，正機長30歲，呢兩個機長呢，一個正駕駛，一個副駕駛。正駕駛30歲，後生仔；副駕駛59歲，副駕駛係正駕駛嘅師傅。正駕駛呢個30歲嘅師傅，其實都係由個帶班師傅，即係呢個59歲嘅老頭帶住。呢個59歲老頭唔想再活落去，佢叫張正平。點解呢？因為佢犯咗錯，俾人由正機長降咗職，東航處分咗佢，變咗做副機長。而處分佢嘅人呢，直接負責處分佢嗰個，其實就係副局長嘅親生老豆。大家都知民航成日都係近親繁殖，民航入邊呢，全部都係近親繁殖。民航內部嘅機長、機械師、乘務長嘅爸爸媽媽，甚至 Golf I 嘅老公老婆，好多時都係體制內嘅人，都係民航體系入邊嘅。因為人工高嘛，所以就係佢呢個正機長30歲嘅細楊嘅老豆就係負責處分正副機長59歲嘅張正平，即係空手嘅組長。所以佢又有私人仇，又有公家咁怨。咩叫公恨呢？就係呢班人好似投 P2P 炒股咁，輸咗錢都唔知做咩好，炒股又輸咗，總之就離咗婚，得翻一個女，連個完整家庭都冇，咩都冇晒，前途都冇埋。副機長嘅人工待遇比正機長比佢當年低咗好多，心裏邊唔平衡，所以呢，佢就係要獻忠啦，帶埋所有人一齊走。佢搞咗呢單嘢之後呢，東航又出咗單事呢，就係一個30幾歲嘅機師呢，都係因為差唔多個原因啊，俾公司處分，睇住把匕首，睇住把短刀衝入東航總部大樓入邊，刺傷佢哋處分嘅整個嘅東航內部官員。呢單新聞出嚟啲之後呢，中國好多網民都留言話：多謝機長，誤殺之恩就係30幾歲呢個機長嘅選擇，帶埋乘機乘客，因為佢仲喺度飛啊！呢個諗住刀衝入辦公大樓發洩私人恩怨報仇嘅機長，其實仲喺度飛緊。佢係有直飛權力㗎，佢完全可以做到帶埋乘機人一齊落去。但呢個人係有底線嘅，呢個後生機長係有底線嘅啊。咁老婆呢係空中服務員啊，係空姐，即係個老婆好似當時仲寫過公開信，呼籲大家支持佢老公啊。咁老公真係受到欺負，美國㗎啦。咁啦，最近呢個星期嘅大事，呢2-3日嘅大事，美國嘅冇4架，美軍嘅運輸機啊，好似係 C-17咁嘅。基本上吉爾加美什，如果我講錯嘅係 C5，你幫我更正下啊。好似係 C-17咁嘅4架去北京機場、首都機場，做咩嘅嘢呢？帶住特朗普訪問中國啊，就係川普總統訪問中國嘅所有嘅應用物資，佢哋預先運過嚟嘅。4架啊，4架唔係4架，4係4架。X 呢個陣仗真係好大，陣仗真係好大啊！大家都知 C-17係軍用嘅，跟住呢個。佢哋要嘅5月15號啊，要搞一次大攤牌啊！我可以好負責嘅預言啊，同大家講，今次大攤牌會決定地球嘅走勢啊，決定台灣嘅命運就係今次大攤牌。3個主題啊，美方話有3個主題，中方就話淨係得一個主題啊，主題淨係得一個，其他都唔係主題，其他內容絕對唔係主題，主題淨係得一個。中方講，外交部都話淨係得一個，美方話3個咩？第一個台海，台海。中方而家話淨係得呢一個主題，美方就話除咗台海之外呢，仲有伊朗問題同埋貿易戰啦。美方話我哋要傾3件事啦，台灣問題、伊朗問題同埋貿易戰。講伊朗有咩問題？伊朗而家可以撐到依家，同俄羅斯一樣可以撐到依家。佢哋用咗武器、用咗錢都係中國俾。而家呢一刻，美國當然都清楚嘅。大量伊朗嘅摩托車、小型農用車嗰啲3輪車，佢漫長嘅陸路交通上面，由伊朗翻山越嶺，長途跋涉淡氧進入巴基斯坦，再經過巴基斯坦進入中國。咁所以對伊朗嚟講，喺石油運咗出嚟之後就係錢嘅，咁有出嚟嘅就係換翻武器同埋糧食。所以伊朗可以一路頂住美國，所以美國要同你傾台海、伊朗同埋貿易戰。貿易戰唔使講啦。老生常談啫，無非就係中國買美國幾多嘢，美國又賣幾多糧食俾中國，呢個就係貿易戰。老生常談就係伊朗同台海，其實得一個問題，伊朗打得越激烈，美國喺沖繩嗰邊
喺夏威夷同埋聖地牙哥嘅海軍陸戰隊嗰啲遠征隊咧就調唔翻噶啦。一個海軍陸戰隊嘅遠征隊可以對抗中國一個集團軍嘅快速登陸部隊，佢有3支都出咗去，即係話佢可以頂住中國突擊部隊嗰3個軍嘅戰鬥力。而家唔喺度，唔喺嗰度，所以中國就希望佢哋永遠都唔好喺度，永遠都唔好翻嘅。所以可能佢哋雙方真係要講咗實際噶啦。孫子，你俾咗面我啦，我唔支持伊朗，伊朗俾你台灣，你唔好要啊！你台灣一定要俾翻我，否則我就唔俾你面，我就等伊朗繼續同你拖落去。中期選舉你選個基板連任2028年你選個蛋我就係要拖死你，等你過唔到關，肯定要傾呢啲嘢。呢個因為中國攞住川普嘅中期選舉冇得實一實。季風季颱風季係7今年颱風季大約7月10號開始，7月10號到7月20號之間會有第一波颱風，所以5月15號到7月10號到20號，即係7月15號、5月15號到7月15號呢2個月係高度危險。呢2個月美方喺西太平洋兵力好空虛台灣有啲武器裝備都未買齊。跟住呢，佢哋2個就傾完啦，傾掂句，傾唔掂，傾成句，傾崩句，都係5月15號。咩意思？即係共產黨係世界上最無恥、最專業嘅獨裁組織中國共產黨就 No.1。點解呢？我幫你總結下。第一就係高度封閉資訊，資訊封閉係全方位嘅。我哋今日講資訊封閉，多數講談判。小粉紅以為係唔俾翻牆，唔俾佢新聞，唔俾佢新華社同新聞聯播以外嘅外國媒體，其實唔止嘅。咁呢種資訊封閉，甚至包括向前追溯。即係佢連歷史資料都唔俾你嘅，佢唔單止係資訊封閉，唔俾你同中外有聯繫，佢甚至唔俾你哋1969年嘅《人民日報》，更加唔俾你哋1945年延安嘅《人民日報》同新華社，延安1945年嘅《大公報》都唔俾你哋。點解？一啲就穿崩，所以佢唔俾你哋自己嚟嘅，佢唔俾你哋敵人嚟嘅，佢只係俾你哋眼前嗰7秒鐘，甚至連人民群眾自己講，佢都唔俾自媒體高度管控，佢甚至唔俾。大家明白啦。你只要了解任何嘅而家課本以外嘅嘢都唔得。呢個資訊呢，高度封閉，效果真係好犀利。跟住就係戶籍，包括護照都高度封閉，禁止人口流動，唔俾你出國。今次任意出國都得，20年都未夠。而家又唔俾隨便出國，全部護照都收翻晒戶籍啦。你係農村戶口、城市戶口、買樓、買車、仔女讀書，各種社會辦事。唔俾你自由流動，其實係違憲嘅。地球上面所有人都有遷徙自由噶嘛，任何一個國家嘅人民都應該有啲自己國家入邊遷徙嘅自由，唔俾你走，然後經濟上又搞配給制，條條款款嘅分割你，俾控制住你，咁樣叫做人肉電池啫，全部都變咗做零件，你唔再係人，淨係變咗做零件。呢啲嘢加埋一齊呢，幾十年落嚟，人都變晒。方圓500里，人禍變咗啦，即係人都變咗啦。全部都係一個一個都係咩情況之下先至會覺醒？就係有重大突發事件一啲呢，就可以令你覺醒，好似話3年疫情咁，令到好多人咧開始覺醒。啲人明明講大話都要你打疫苗，依家又唔承認，話咁強迫打疫苗，係咪真係咁強迫打疫苗？你自己心入邊啲數咩？唔俾你出門，唔俾你翻學，唔俾你翻工，跟住屋企又封咗幾個月，病人都唔可以去睇醫生。佢仲話咁強迫、咁強制措施，呢啲就係一個國家、一個政黨公開講大。我再同你咁講，我哋呢一代人，即係70後，佢一個唔反對嘅60後、70後，我哋呢代人嘅一個唔反共，真係嘅內心深處其實唔係話反對，講錯咗、講漏咗。我支持共產黨我驚共產黨我希望共產黨變得更好。咁一個唔睇唔起共產黨嘅，我哋唔起共產黨。點解唔睇唔起點解我哋60後、70後包括而家中央政治局嘅60後、70後委員，點解心入邊都睇唔起呢個組織？我同你講，我哋親身經歷呢幾日，我哋多倫多，我同多倫多喺北京教授傾偈，突然間睇翻起呢件事，突然間睇翻起1989年6月4號開槍，大家都知啦，6月4號天安門廣場開槍，嗰晚北京市由南面前門白紙坊到北面王子都聽到槍聲
因為北京唔係好大啫，特別係長安街沿線嗰啲槍聲就好似爆竹咁。當阿令勁更定嘅砍中嘅，響我嗰個住前門嘅朋友啊，佢話屋企入邊望出去，見到天上面有夜光，砍中嘅砍射過去，砍嘅砍射過去，啊，搞咗成晚啊，真係搞咗成晚啦。到後半夜仲要打，到第二日6月4號朝早西邊啊開始有新華社新聞聯播啊，咩平報特別報導啊，咩平報鎮壓反革命暴亂特別報告，中國當時嘅國務院總理李鵬啊，中國共產黨喺呢個領導人李鵬啊，代表黨中央同國務院出嚟發表講話，李鵬原話就係未發一槍一彈啊，未發一槍一彈，平息咗今次反革命暴亂，所有北京人啊，我啱啱要加個括號啊，北京人60後、70後都知道共產黨本性啊，所有北京人60後、70後嘅北京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本性啊，點解呢？正因為前一晚聽咗整夜嘅槍聲，到咗第二日個白天呢，中國共產黨嘅國務院總理對住全世界同全國人民講嘢，聲稱我哋冇發射過一槍一彈。我而家真係好明白，李鵬總理係一個文學大師啊！李鵬總理係文學大師，李鵬總理治國理政就麻麻地，文學大師未發，即係一槍一彈，冇錯啊，冇呃人啊，佢真係冇發一槍一彈啊！大家明啦嘛？我同你哋講，64嗰陣真係開咗槍。打死咗學生，打死咗好多學生，邊人知打死咗幾多？可能幾百人，亦都可能幾千人。我哋邊人知？因為佢話佢未發一槍一彈，你點可能知道呢？佢話我未發一槍一彈。哎呀，嗰陣時所有北京市民都喺度攞電視啦，因為啲人敢出門，開住電視。你哋而家可唔可以想象下大家心入邊嗰種感覺？你完全可以，你好似你90後咁經歷過，你都可以代入下。如果係你都會好震驚，你都會休克，直接暈咗過去。我 X 點可以咁講嘢㗎？你係咪俾人打傻幾啊？你打死咗個人你唔認，你話未發一槍一彈，咁點解個學生會俾人打死？點解啲學生會俾人打死？好簡單，佢學生真係唔信共產黨會開槍，佢就唔信，佢覺得親眼見都唔可能。人民軍隊係忠於黨、忠於人民㗎嘛。人民軍隊啊，中國人民解放軍點可能會向人民開槍？冇人信佢哋會開槍，所以先敢喺天安門廣場堅守。如果早知佢哋真係敢開槍，大家早就走晒啦，早就走人啦。就係因為我 X 牛屁股響，中國係個大國嚟嘅，5常之一啊。天安門廣場係中國嘅政治中心噶喎，佢真係敢喺度屠殺咩？就算我哋用屁股嘅，都唔使用腦嘅，用屁股嘅都覺得佢唔可能會咁做。點知佢真係咁啊！即係話呢個組織啊，我哋偉大英明正確嘅黨組織為咗權力啊，佢真係可以無所不用其極。雖然咧我好感激嘅鄧小平先生啦，但係我覺得近現代咧，我將來都會做一期節目咧，講下近現代中國10大罪人榜。我覺得鄧小平先生就因為呢件事咧，佢一定會入榜，冇辦法。鄧小平先生就係咁，我哋知道你對中國經濟對我哋致富有幾大貢獻。但係就因為呢一件事呢，你一定要入榜。因為連毛主席都唔敢咁樣做，我見到毛澤東都唔敢咁樣做。我 X 開槍，你個死仆街，你咁話你唔知呢？北京老百姓都聽到，你喺中南海入邊會聽唔到咩？所以就係咁。我有啲激動嘅，一講起64我就氣到牙癢癢。即係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大個啦，咁我 X 即係仆街度左面開槍，完咗之後仲話自己一槍一彈都冇發。當時香港市民都攞到爆，因為香港資訊好透明，好多香港記者嗰陣時咧都喺北京前線。